早上好，阿田。你几点起来的5点。5点？你不困啊？清晨阳气上升，打坐可以排除杂念，达到定心的境界。说人话。我早上5点起床，工作习惯了，生物钟调不过来。5点啊，看来总裁还真不是谁都能当的。阿田，来陪我一起打坐呀。我要去做饭，不然我们一起喝西北风啊。起来，你乖哦，自己在这里品品茶，等我忙完了就过来找你。嗯。人生短短几春秋，多财多宝亦多愁。客人，你有什么疑惑？我在烦恼，我什么时候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啊？凭我作为有钱人的经验，我告诉你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有钱不代表拥有一切。我信你个鬼！怎么可能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暂时没有工作，但是我相信，人重要的不是做什么工作，而是遇到什么机遇。那你知道有机遇变成白天鹅的丑小鸭，他父母本来就是天鹅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？你都跟客人聊什么了？怎么都走了？矫正他们的三观，打碎低质量人类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男朋友太不会聊天了，我也不想聊。柳熙来，爸。哎，倩倩，你不是跟西照约了去看电影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哦，西来哥不在，这找刚上手公司的事儿，大事小事都要管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这么说，柳熙来是真放手，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西照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爸，没事，我就先上去。哎，倩倩，以后你要多理解和多关心西照，跟西照好好相处啊。乖，等我算完账就给你做好吃的啊。不着急，我就喜欢这种虚度光阴的感觉。奇怪，怎么少了150啊？难道是我算错了？今天被你聊走的客人给钱了吗？大概可能给了吧。怎么不对啊？阿田，干嘛？讨厌！别搞偷袭，我这算账呢。情不自禁嘛。这钱怎么在这儿啊？还多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小镇的人还真是大方，跟我聊天聊开心了，还要给我小费的呢。是唐特主，阿田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如您所料，文董正在4处联络其他股东，为了柳副总1周后的 CEO 换届选举拉票。他是想让柳副总继任 CEO， 然后在背后控制柳副总。文志才这些年一直小动作不断，但是这次，他触碰到我的底线了。您这招以退为进，引蛇出洞，实在是高啊！帮我盯好公司，等我回去。文叔，我只是代理总裁，2周后让董事会重新选举新 CEO。西照，
你为何不抓住机遇，趁势而上呢？文叔，您说笑了，我资历太浅，而且经验不足，怕是难当此重任。你不要妄自菲薄。想当年，西来接管公司就是你这个年纪。况且有文叔帮你，你要有信心。文叔，谢谢您，您愿意帮我。客气了吧？于公，你有魄力，有想法。于私，我相信羡羡的眼光。文叔，您放心，就算是为了羡羡，我也要努力一把。好。不错嘛，都可以参加茶艺比赛了。人生如茶，静心以对，茶艺水平可以彰显人的境界。回来这几天，你的佛丧指数不降反增，再和解下去，是不是得天人合一了？换一本吧。这是我高中时候看的小说，你挑一本吧。这本我看过。我少女时代看的玛丽苏小说，你居然看过？之前我们不同频的时候，唐特主给我买来当教材的。不过当时我没有看完，就这本吧。总裁看玛丽苏小说，感觉打破了次元壁呀。让一下。阿田，你太凶了。哪里凶啊？你对我的爱来势汹汹。你好好说话。阿田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？啊？什么错？你太美了，让我不知所措。少女时代的情话还真是土味啊！你还是别看了，再看下去，病娇、佛丧还有你。看这个吧，比较励志。10000小时天才理论，阿田，我已经是天才了，我还是觉得霸总文比较适合我。你不已经是过期的霸总了吗？换任董事会还没有开，准确的说，我还在保质期。行，那你用一句话证明你还是个霸总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服了。大白天又在这睡觉，也不知道李医生什么时候能过来。喂，李医生，这周末你有时间过来一趟吗？运动能产生多巴胺，让人更兴奋。好，周末见。运动，起来，起来，醒醒！我想和你做点刺激的运动。现在吗？好期待呀！你刚才
跟我说的刺激的运动就是跳广场舞。刺不刺激？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刺激。好啦，乖，你好好运动，等我看完店过来接你。加油！生命在于运动。吸气，呼气，感觉身体特别轻盈，像天边的一朵云彩。吸，呼，不是广场舞吗？怎么画风突变了？喂，你是怎么凭一己之力带跑偏整个团队气质的？这就是我的人格魅力。我已经成功加入大妈夕阳舞群，提升了他们的娱乐格调。吸气，呼气。阿田，吸气。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。呼气，保持身体平衡。果然是我们刘总啊，到哪儿都这么别树一帜。怎么啦？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对，李怀说他要回老家看看刘总，我就想蹭车回去看看。你确定你蹭车是为了回来看我？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我这么想你，你居然还敢调侃我！好啦，回头再说吧。吸气，我服了。呼气，下盘要稳。我现在呢，可是千盛集团的暂代 CEO， 以后啊，你喜欢的，我全都送给你。赵赵，我喜欢的不是千盛集团的总裁柳熙照，而是那个每天围着我转，我开心就陪我一起开心，我不开心就哄我开心的赵赵。可是，那样的柳熙照，不是会很没有出息？当然不是了。作为我这样的恋爱脑，我就希望啊，我们两个人每天甜甜蜜蜜的待在一起。所以，不管你是不是总裁，我都不会在意。谢谢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我答应你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今后的每一天，我都黏在你身边，10级大风都刮不走。真的？拉钩。拉钩。我们一起看电视吧。不好看。那我们一起散散步。太晚了，没兴趣。那有个游戏你一定感兴趣。我们就玩你最喜欢的炸金花，输了他脑瓜崩那种。跟我玩炸金花，阿田，你惨了。各位观众，同花顺。阿田，你输了。我怎么能舍得弹我的阿田呢？亮牌。这局我赢了，哈哈，愿赌服输。好。
接受女友爱的惩罚。那我不客气喽。耶！啊！我赢了！嘿嘿嘿嘿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哦！哎呀！亮牌，快亮牌！耶！我又赢了！嘿嘿。阿田，手下留情，换个地方吧。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。阿田，是你先撩我的，你得负责。阿田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一些更刺激的事情。放我下来，你！目前客户反馈，很多人在接触新品潮玩后出现了过敏的症状。制造商不是我们常年合作的供应商吗？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？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看看中间有没有什么纰漏。好，我的当务之急是通知公关部，发官方公告，暂停样品发售，召回有问题的潮玩，不能让事态继续发酵下去。柳副总，您这样做是负责的，但是对萌宠系列潮玩声誉打击会很大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知道。我给你安排职位，你可倒好，又给我捅娄子。文总，我只是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材料，没想到会这样。成本低，我看你是贪图小钱，以次充好。用劣质材料，拿好处了吧？我可没有，文总，我只是觉得潮玩板块是柳熙来的业务，那出了问题也是他的麻烦，跟文总您扯不上关系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家供应商是他定的，就算出了问题，那也是他柳熙来监管失职。那文总，这件事儿，你口风给我严实点，否则查到你头上，谁也保不了你。好嘞，文总。出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力气有点大。
意思啊？惯性运动。我也是惯性运动。天哪，我没眼看了。小心他。杀了我吧，我受不了了。说好一起当单身狗，你却交了男朋友。单小姐，当单身狗有什么好？和自己所爱之人一起醒来，一起吃早餐，一起逛超市，一起晒太阳，一起看星星，一起入睡，不香吗？一起醒来，一起入睡，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看来我这心理治疗也不太需要了。走不走？李杰克，你什么时候追上 Rose 小姐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私人旅行了。你不要胡说呀！那你脸红什么？谁脸红了？阿典，你不是说带我去你家转转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走了。又不是第一次来了。李杰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单小姐一起扬起爱的小船啊？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真是。哎，不过我有一种感觉，我和单小姐似曾相识。兄弟，你要相信，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怪不得你们进展这么快呢，这么舒服的地方，我都想找个小哥哥谈恋爱了。恋呀，我看李医生就挺好的。他呀，他就算了，我这豆腐心受不了他的刀子嘴。李医生是有那么点毒舌，但是挺善解人意的呀。那你是不知道他以前……算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什么以前？以前第一次见面。哦，今天朋友来，我很开心，所以晚饭由李杰克来做。不是你什么鬼逻辑这是？你难道不想在单小姐面前展现你居家暖男的一面吗？田小姐，今天你们有口福了。哎，单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在控制体重。你催吐减肥啊？这样会造成胃部炎症、食道黏膜损伤的。白天不懂夜的黑，瘦子不懂胖子悲。比起生病，我更怕胖。我之前那个老同学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可是他是易胖体质，还贪吃。你都这么瘦了，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减肥啊。小胖子怎么了？爱吃有错吗？都初中的事了，你为什么提起来没完没了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初中的事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我很确定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还姓单？你也姓单？难道你单大壮？真的是你啊！我居然没认出来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对，我就是单大壮，那个被你叫大胖的大壮。我改了名字，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过去，你却一遍遍的提起。对不起，我欠你一个迟到很多年的道歉。难怪你从初次见面开始就那么讨厌我。我保证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身体我负责。
你瞎说什么？谁让你负责了？哦，不是，我不是说那个负责那个身体，你的身体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想说，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减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给你制定一套健康的减肥计划，让你既可以享受美食，又可以保持身材。我考虑一下吧。Yes。文叔，玩具新品提案会我得推迟半个小时参加。萌宠潮玩出了问题。我听说了，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董事会决定明天召开紧急会议，还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。董事会上，我会站出来承担责任，但当务之急是解决危机。西长，潮湾线的供应商又不是你定的，这种时候你没必要强出头。明天你顺势而为就好。长远来看，只有你的地位稳了，才是对千盛最好的选择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和羡羡办一场订婚宴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我知道了，文叔，相信我，你是我未来的女婿，我不帮你，帮谁啊？什么？偷换材料？证据确凿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阿田，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。我假意卸任总裁的职位，是为了试探文之才。试探文总？为什么？之前打伤我的人就是 Kevin， 而 Kevin 一直和文之才有联络。那个设计总监 Kevin， 我之前所有的状态，都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而我确实也想好好休息一下，陪陪你。那你可以告诉我的。我不想你因为这些事情伤神担心，工作上的事情，都交给我来解决吧。阿田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不会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要我和你一起去面对。不过现在，我们是时候回去了。陷入爱情是这种感觉吗？看着他，就心跳加速，小鹿乱撞。你醒了？你知道你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什么不一样？你今天眼里的我，比昨天更爱你。